咱来看台东县粪扫焚化厂伫4月16的时阵呢，互人发现这排出来的浓度是超过标准有10倍遐尔济。环保表示讲，这厂内是有讲线破去，伫征收了后4月22日才个电开。也毋过伫电开了后呢，这民众发现也是有超标的状况。民间就来怀疑这县政府呢有可能是来放零检测的标准。也那环保局是表示讲有遵守环评，希望大家唔通误解。 台东县粪扫焚化场日电启动小粪扫，即马空污排放资讯看榜的数据显示讲是符合国家标准。毋过有民众伫环保局的及时检测的资讯网页内面发现讲，本地是国家标准含环评加严标准数单两个拢有，但是即马加严标准的单位是熊熊无去啊！民众质疑讲，敢是县府放弃当初启动严格把关的承诺？你做的承诺，然后现在是做不到，那只有1年的时间，我们焚化炉的契约有多久的时间？ 那未来可能只会更严重，不会变得更好。环保局表示讲，并无放弃环评当初时的承诺，这两套标准拢伫咧，只是为着要互民众更加清楚理解粪扫焚化场的空污敢有超过国家标准，而且嘛做排放空污采发的依据。这2套标准目前都还是维持，那也是我们努力的目标。那当然，我们希望在网页的呈现上，能够更明确，然后更客观的呈现我们监测的数据给大众来做 查看跟监督。不过，根据环境部固定污染源管理公开资讯，台东县粪扫焚化场对前年试营运到今年正式营运的期间，都仿照空污法罚10几摆啊，但是却无看到违反环评法加严标准的采罚。环保局讲，目前环评加严检测的平均值并无超标。不过，市民代表的意见无同，伊认为讲对这2套标准来看，环评加严的标准有干那无？公司新闻综合报道。